喺依家呢個年代，好多工種會慢慢開始俾 AI 取代，但係有一樣嘢 AI 取代唔到嘅就係創作。一講到創作，可能你就會即刻諗起畫家、作家呢啲關於藝術性嘅行業，咁心諗一定唔關我事啦。啱嘅，如果係以前嘅年代，你係一個打工仔，從事一啲重複性嘅工作嘅話，根本上你係冇需要創作。只不過依家 AI 技術越嚟越成熟，你唔去發展或者學習一啲技能係 AI 取代唔到嘅話，過多3-5-7年啦，你就會俾人淘汰㗎啦。咁可能你又會諗，喂，我對藝術工作冇興趣喎，點解我要去學創作啫？嗱，創作就唔一定係關於藝術嘅，依家樣樣嘢都擺喺網上面，你哋睇嘅 IG 啊、Facebook 啊、YouTube 啊，每一樣嘢都係需要有 idea 先會出到嚟。所以而家嘅年代，創業都好需要創作，尤其是自媒體創業啦。但係好老實啊，無論你係一個新手定係打滾咗好耐嘅老手都好啦，都會遇到同樣嘅問題，就係點樣先可以 keep 到有源源不絕嘅 idea。如果你都遇到呢啲咁嘅困難，又或者唔想俾 AI 淘汰嘅你哋，呢幾本書就好啱你哋啦。用最低嘅門檻創造無限可能性。大家好，我係舒淇 Mavis。嚟緊嘅1連3集，我會分享一套書係關於創作嘅，而呢一套書有3部曲。今集就分享第1部曲，書名叫做《點子都是偷來的》，Still Like an Artist， 作者 Austin Kleon。一講到創作，我哋就會好着重究竟呢一個作品係咪原創。如果唔係原創嘅話，我哋就會覺得呢個作品唔夠特別、唔夠勁，甚至乎某一部分好似抄邊個咁樣喎。咁究竟乜嘢係原創呢？喺我哋認知嘅話，原創即係指嗰個作品係全新嘅，而嗰啲複製啊、改編啊、模仿、抄襲、二次創作嗰啲衍生作品就全部都唔係。但係依家已經係2025年咯，係咪真係有咁多原創出嚟啊？書入面提到一個19世紀嘅英國神學家嘅一句説話啦，佢就講啦：咩係原創呢？原創就係冇俾人睇到出嚟嘅抄襲。而作家 Jonathan Lethem 都有講過，被稱為原創嘅嘢10之8九係因為人哋唔知道嗰個參考或者原始資料嘅來源。原來好多創意嘅工作其實都係延續翻古人嘅足跡去衍生翻出嚟嘅喎。我哋講啲例子啊，譬如 Versace 呢個牌子咁，個個都識㗎啦。佢最 signature 嘅 pattern 係根據16世紀末到18世紀初嘅巴洛克藝術文化風格演變出嚟嘅。另外，泡泡藝術教父 Andy Warhol 佢最出名嘅金寶湯系列作品，佢嘅靈感來源係因為佢媽咪喺20年嚟都準備好金寶湯俾佢做 lunch。由頭先嘅例子，我哋可以睇到創作就唔一定要原創，所以我哋就唔使咁執着自己嘅作品係咪原創先，因為咧事實上已經冇完全原創呢一樣嘢。接納咗冇原創之後，我哋就要知道一個新嘅 idea 究竟係點樣出嚟。原來所有新嘅 idea 都係由一個或者好多個唔同嘅舊嘅 idea 混合或者重整翻出嚟嘅喎。作者就用我哋自己做一個比喻啦，好似我哋有族譜咁樣，原來我哋嘅創意咧都有族譜嘅喎。我哋冇得揀自己出世嘅家庭，但係可以選擇自己嘅朋友，選擇自己想讀咩書，選擇自己中意嘅嘢，而選擇將乜嘢納入翻自己嘅生活嘅嗰一刻咧，其實嗰陣就已經塑造緊你自己。所以為咗想有好嘅 idea 咧，我哋主要嘅工作係收集多啲好嘅創意啦，仲要越多越好嘅，但係千祈唔好為咗數量而忽略咗佢嘅質量。作者就教咗我哋一個方法，點樣去學習同埋收集多啲好嘅創意。咁呢個方法就叫做創意家族樹。咁點樣去運作嘅咧？咁首先揀一個你好中意同埋想學習嘅對象啦，咩人都得嘅，譬如就 Bill Gates 咁樣啦。之後我哋就盡全力去了解呢一個人。我哋可以上網睇佢啲資料啦，睇佢出嘅書，睇佢介紹嘅書。之後就揾3個佢最敬愛嘅人，之後又係用盡全力去了解呢3個人，不停重複呢個過程。越多次越好，咁你棵樹咧先會越生越高嘅。好老實講，呢一個方法咧係冇死錯人嘅，因為當你深入了解呢一個人咧，佢發生嘅咩事造就咗今日嘅佢，佢實現佢嘅夢想嘅過程發生咗咩事，點樣去面對，又或者嗰個作品佢嘅靈感來源係乜嘢？你知得越多呢啲嘢咧，
對係對你工作上或者創作上有好大嘅幫助。同一時間你要記住，你要將你自己學到嘅嘢 mark 翻出嚟啦，可以用我第一集介紹俾你哋嘅卡片盒筆記法去整理一下資料，到咗要創作嘅時候可以拎翻佢哋出嚟望一望，分分鐘衍生到一啲新嘅 idea 出嚟。到咗你準備好之後，我哋就可以開始試下創作啦。開頭就一定覺得對自己冇乜信心嘅，有少少卻步。但係呢一個係正常嘅狀態嚟嘅。我就係一個活生生嘅例子。啱啱開始做呢一個 YouTube channel，我都好緊張、好驚嘅，好擔心自己嘅內容寫得唔好啦，好擔心自己演繹出嚟嘅方式唔到位啦。總之就樣樣都好擔心啦。雖然而家都仲係拿捏當中。覺得仲有好多地方需要改善嘅，甚至乎可能你哋會覺得呢本書我喺第二個 channel 都睇過啦，但係我覺得都唔緊要，因為喺做嘅過程裏邊，同時間呢都係進行緊一個過程去了解緊我自己嘅，咁所以做得越多就越容易揾到自己嘅 style 同埋方向出嚟。但係如果你停喺度等自己 ready 好晒，又或者等到自己完美先開始做嘅話，咁就未必等到呢一日咯。咁頭先講到風格呢一樣嘢啦，其實喺創作上咧都佔一個好重要嘅一環啊！你技術識得飛天都好啦，你冇自己 style，冇人會記得你。咁點樣先可以有自己嘅 style 咧？首先我哋就要識得去模仿啦。嗱，呢個時候你一定會講㗎，我唔會抄人嘢㗎咯。好多人咧都會以為模仿同抄襲係同一樣嘢。但係其實佢哋係完全唔同嘅。模仿係一種練習，模仿自己心目中中意嘅嘢，從中去學習到佢哋嘅技能，呢啲係模仿。而抄襲就係將人哋嘅成果據為己有，所以係兩樣嘢嚟嘅。你哋知唔知道畢加索都係由林姆開始㗎？連 Beatles 上啱啱出嚟都係翻唱人哋啲歌㗎咋。咁點樣去模仿呢？首先我哋唔可以淨係模仿一個人嘅嘢啦，因為如果你淨係模仿一個人嘅嘢，咁就即係抄襲，而出到嚟嘅嘢，人哋就會覺得你好似某人某人嘅影子喎。但係如果你模仿好多唔同人嘅嘢，呢啲咧就叫做研習。而大家都會覺得你出到嚟嘅風格咧好自然，好係你個人嘅嘢。同埋我哋唔止要模仿人哋風格表面嘅嘢，仲要連風格背後嘅思想都要學埋。呢個先係你點解要模仿人嘅真正目的，係去了解佢哋眼中嘅世界係點。而模仿到某一個階段啦，你就要由模仿轉化到去同化。咁即係點呢？好似 Kobe Bryant 咁樣，佢曾經咧承認過，佢喺場上嘅所有動作都係睇佢嘅偶像錄影帶學翻嚟嘅。但係佢一開始就已經知道啦，有啲動作佢係唔可以100% 模仿晒出嚟。點解呢？係因為佢嘅身形同佢模仿嘅對象係唔一樣，所以佢需要一啲調整，先可以將佢學到嘅嘢納入翻自己嗰度。呢啲就叫做同化啦。人有一個好好嘅缺點，就係我哋係冇能力啦，可以100% 模仿到人哋。所以當你去模仿你嘅偶像嗰陣時咧，嘗試一下去了解邊度學得唔夠似，係咩原因令到你做唔到，而嗰個位就係你應該放大佢，將佢轉化成為自己作品嘅關鍵。作者喺書裏面教咗我哋一個方法，點樣去做創作。而呢個方法唔只可以用喺創作上，亦都可以應用喺生活上或者職場上。而呢個方法佢細個就已經開始用噶啦。喺佢10歲生日嗰一日啦，《侏羅紀公園》上映，作者係勁中意睇呢套戲嘅。睇完之後就想睇埋個續集啦。咁你哋知啦，通常做完第一集，續集可能要隔成年先有得睇噶嘛。咁佢就等唔切，所以第二日佢就坐咗喺電腦前面，自己寫翻個續集出嚟。根據佢睇完嘅第一集，寫翻佢想要嘅續集係點。到咗第二集，終於上映啦。作者梗係覺得唔滿意個內容啦，因為自己寫嘅續集一定係好過其他噶嘛。但係呢件事令到佢知道，做任何嘢都好啊，最好唔好做你認知嘅嘢，而係做你所愛嘅嘢，寫你最中意嘅故仔，寫你最中意嘅歌。因為佢會覺得，當我哋中意咗一件作品，我哋就會產生咗一個渴求，想得到更多。如果係咁樣，點解我哋唔將呢一個慾望轉化為一個生產力呢？再套落翻我哋日常生活裏面，當你對下一步要點行而覺得困惑嘅時候，我哋可以試一試問下自己，呢一個故仔點樣發展會比較好呢？
而如果喺創作上面我哋冇咩 idea，作者教我哋可以試下咁樣問下自己。首先我哋可以諗一諗你中意嘅作品，你心目中最有創意嘅大師，佢哋邊度仲未做得完美呢？有乜嘢嘢係未做出嚟嘅呢？有邊度可以做得更加好呢？如果佢哋仲係在生嘅話，今日嘅佢哋會做啲咩作品出嚟呢？如果你可以同所有中意嘅 artist 一齊合作，組合成一個團隊，由你做主導嘅，咁又會完成乜嘢作品呢？講真，我睇完呢一段嘢呢，係極度之衝擊我噶。我係冇諗過原來可以咁樣問我自己，而引導自己去咁樣諗嘢。尤其係佢叫我想像一下同自己中意嘅 artist 一齊去合作做一個團隊，會完成啲咩作品。因為對我嚟講，創作其實係一個好個人嘅嘢嚟㗎。通常就係會淨係諗自己嘅嘢，自己中意做啲咩啊，自己想做啲咩啊，樣樣嘢都係由自己出發嘅。但係如果用翻作者教我哋嘅方法去諗呢，嗰一刻個腦啊就會即刻諗下人哋嘅嘢，諗下人哋擅長做啲乜嘢嘢啊，中意做啲咩風格啊。你好似本身淨係要諗一個盒仔嘅嘢，變咗你要諗好多唔同嘅盒仔，同時間要將佢哋 combine 埋一齊，都不特止啊，仲要擺得係靚嘅。簡單嚟講，你諗嘅嘢呢，即時闊咗好多。咁有咗自己嘅創作之後，下一步就要識得同人分享。咁一開始通常都好緊張，個反應係點啦？你會有好多諗法出嚟嘅，喺度諗啊，啲人會唔會中意我嘅作品呢？會唔會有好多 like 呢？會唔會突然間爆紅呢？但係好殘酷嘅係啊，通常一開始都唔會有好多人留意到你嘅作品嘅。而呢個時候你就會有少少沮喪啦，對自己冇咩信心啦，質疑自己啦。作者就叫我哋唔好諗埋啲咁多無謂嘅嘢，叫我哋去好好享受同埋善用仲未有咁多人留意自己嘅時期，去做多啲嘗試，做多啲實驗。因為到咗有人留意你嘅時候，尤其係佢哋開始俾錢去買你嘅作品嗰陣時，呢一種自由就唔會再有㗎喇。咁我哋嚟總結一下先啦。首先，我哋唔好俾原創呢一樣嘢框住咗自己先，跟住去揾一個你中意嘅對象，進行一個創意家族樹去擴大你嘅認知範圍。之後就開始試下創作，同一時間去揾多啲對象去模仿佢哋，學習佢哋技能之餘，再學習埋佢哋嘅思想。去到某一個階段之後，我哋就需要由模仿轉為同化，去揾翻我哋自己嘅風格。如果創作途中冇 idea， 可以嘗試一下作者教我哋嘅方法去擴闊自己嘅思考。到咗有自己作品之後，我哋就需要同人哋分享啦。今日就分享咗點子都是偷來的嘅一啲精華內容啦。下一集第二部曲就會分享一啲方法，點樣先可以俾多啲人發掘到自己嘅才華。如果你對呢啲內容有啲咩問題，或者想交流下，可以喺下面留 comments 俾我啦。而之後嗰幾日我都會喺 Instagram 分享呢一本書嘅一啲金句，有興趣嘅可以 follow 埋我 IG， 我哋一齊交流，一齊進步，一齊用最低嘅門檻創造無限可能性。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